好多人都話啲樓價已經止跌回升啦，又或者會預料未來1年啦會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咁我就問佢哋啦，而家好多發展商咧，佢哋嘅麵包係咪已經賣晒出去啊？即係話佢哋起好嘅樓啊，係咪已經賣晒出去啊？如果未嘅話，即係話佢仲有好多貨尾係未清出嘅喎。咁佢只會有兩個做法，一係就趁個市好，跟住低價賣出。如果樓市嘅形勢仍然係未太理想嘅話，佢哋就會作出第二個選擇，就會繼續停止售賣，等待更加好嘅市場氣氛嗰陣時，先會決定推出呢啲貨尾單位。當市場上普遍二手樓嘅價格係仲貴過一手樓，其實樓價係好難止跌回升嘅。我同你講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樓價幾時會見底呢？就係當嗰個投資市場氣氛有一個普遍向好嘅跡象，咁而嗰個供應、嗰個供求關係啦，令到現在嘅貨尾單位差唔多清晒啦。發展商嗱，呢一句最重要啊！發展商願意重新投地，其實你可以直接喺香港嗰個財政儲備收入裏面見到土地買賣呢一部分，究竟幾時可以有個可觀嘅收入？由今個財政年度4月至9月份為止，相關部門嘅賣地收益只係有79億，而佢哋今個財政年度嘅目標係210億啊，只係得大概38% 達標率咋。所以你就可以睇到財政儲備收入呢一欄，今年係做得好唔理想啊！以往土地收入佔咗相關部門一個好重要嘅收入來源。點解我哋嘅財政儲備呢幾年都算好理想，甚至有不斷下降嘅趨勢？就係由於土地買賣呢一個部分做得唔太好，根源就係發展商唔太睇好未來嘅樓市，所以好多人成日都俾假象呃咗，覺得全球減息啊，樓市會回升啦。睇下做莊嗰個佢哋會唔會積極投地？佢哋如果願意重新積極地去參與土地買賣，樓價先有機會築底回升。如果你諗住買層樓租出去啦，咁啊作一個投資啦。第一你要考慮維修嗰個成本，第二你要考慮嗰個租客會唔會住下走咗，跟住你又要重新去揾一個買家，係咪中間涉及到一啲代理嘅費用啊？咁同埋新嘅租客佢都會有一個要求噶嘛，佢係咪都會要求啊？呢度換下，嗰度換下，嗰度都係一啲成本。如果樓價唔升反跌嘅話，你淨係考慮個租金，其實你嘅資本係貶值緊嘅，嗰個租金嗰個收入咧係絕對補償唔到你資本縮水嗰個損失嘅，所以呢啲都要考慮咯。咁如果層樓係舊樓嘅話，佢嚟緊有機會係需要重新去做一啲外牆翻新維修嘅話，呢啲樓嚟緊嗰個價值，又或者買家係咪未必會有咁大意欲去買入呢一類型嘅樓呢？所以呢啲都係